今日我哋要深入探討英國一條重要但係污染嚴重嘅河流 River Mersey 梅西河。呢條河流不僅見證咗工業革命嘅輝煌，亦都承載住環境污染嘅沉重代價。梅西河位於英格蘭西北部，全長約112公里，流經曼徹斯特、Warrington 同埋利物浦等主要嘅城市，最終匯入愛爾蘭海。呢條河流喺英國工業革命時期成為世界上最早嘅工業化河流之一。當時沿岸嘅紡織業、化工廠、造船廠將未經處理嘅廢水直接排入河中。梅西河河口曾被稱為歐洲最污糟嘅河口，水質惡化導致鮭魚等魚類完全消失。最新嘅數據顯示，污染問題正再度惡化。BBC 2024年6月報導，University of Durham 研究梅西河嘅河流水質。研究指出，呢條河流嘅污染水平已經回升到1980年代嘅水平。水質檢測顯示，好多 microplastics 微塑粒、顆粒濃度較10年前增加。另外，重金屬嘅含量持續上升。呢條河流仍然係被譽為英格蘭污染最嚴重嘅水道之一。我哋都可以去翻查下一啲環保嘅組織啦。綠色和平組織研究發現啦，喺梅西河嘅河床有大量嘅 microplastics， 即係微塑料顆粒。呢啲喺河口嗰度沉積聚集特別明顯。呢啲微塑料唔單止危害水生生物，亦都可能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。歷史以來，呢條河流都受到唔同嘅污染來源影響，包括傳統嘅製造業。沿岸有好多皮革廠、染料廠，佢哋有好多重金屬嘅排放。喺 Warrington 附近地區有好多化學嘅工業聚集，佢哋長期排放有機嘅溶劑。另外有其他城市嘅污水、農業嘅污水，有好多嘅化肥同埋農藥殘留物排入河流之中。最值得留意嘅係，呢啲歷史污染物仍然沉積喺河床底泥之中，持續釋放有害物質。睇完一啲基本嘅資料之後呢，我哋去中游出發啦。我哋去到 Warrington 附近 WA1 同埋 WA5 之間，喺梅西河穿插呢一個地方嘅附近睇下，我哋見到咧有一個新嘅樓盤嘅 Countryside Homes 發展嘅，叫做 River's Edge。咁咧喺呢個樓盤嘅南邊咧有一間好大嘅化工廠喎。咁呢個就喺 WA4 嘅位置入邊嘅。咁如果我哋沿翻個河流咧，繼續咧，而家向北行咧，就見到有另一間嘅化工廠，都幾密集。咁我哋一陣會再詳細睇下呢一間化工廠嘅規模。咁我哋繼續沿住梅西河向西行咧，就見到有一間污水處理廠喎。呢間處理廠就係處理附近嘅污水之後咧，就再排入梅西河入邊嘅。咁跟住我哋放闊少少睇啦，我哋見到咧河兩邊咧有農田啦，同埋一間燒煤發電廠喎。咁我哋從維基解密網嗰度咧，就佢啲資料顯示咧，呢間燒煤發電廠因為英國燒煤發電開始要被取締啦，咁所以咧喺19年嘅時候咧，佢已經停運㗎啦。喺2020年開始咧，佢準備一啲嘅清拆嘅行動啦。咁但係因為咧呢啲燒煤發電廠咧，要留意咧就係話佢可能存有好多嘅毒素啦，好多嘅塵埃嘅。咁所以喺佢清拆嘅時候咧，會唔會釋出好多嘅有害物質啊，或者塵埃咧？呢啲就值得留意啦。咁佢需要用7年嘅時間咧去清拆嘅。咁而我哋繼續沿河出發咧，其實去到下游嘅位置啦，見到亦都有一啲嘅新樓盤喺度嘅。咁啊，去到 WA8 咧，仍然有一啲嘅化工廠咧設立。頭先講到 Greenpeace 綠色和平組織對呢條河流嘅水質嘅研究咧，佢哋就發現
呢條河流有好多微塑料顆粒聚集嘅。咁呢樣係乜嘢呢？就係講緊直徑少於1毫米嘅塑料碎片同埋顆粒。過往係由一啲咧大嘅塑料嘅廢物啦，譬如話膠袋、膠樽、漁網，經過日曬雨淋、水流嘅侵蝕之後咧，破碎分解而成嘅。所以可以話咧，以往我哋隨意抌嘅一啲塑料垃圾咧，最終可能變成數以百萬計嘅微塑料啦。而 Greenpeace 佢喺利物浦河段咧，佢嘅研究啦，特別係呢度嘅河床咧，就揾到大量微塑料顆粒，咁屬於咧歐洲其實甚至全球嘅河流入邊咧最高嘅水平。咁啊成分有好多啦，主要嚟講都係一啲有毒嘅物質啦。而呢一啲物質佢好似一啲嘅海綿咁樣嘅，會吸收一啲嘅重金屬，甚至一啲持久性嘅有機污染物咧喺河流嗰度咧繼續積聚嘅。咁而呢啲嘅塑化劑咧，其實係會干擾人體嘅荷爾蒙嘅。如果我哋睇翻 BBC 嘅報導咧，其實嗱近年都有一啲嘅環保組織啊、志願團體啊，會組織一啲嘅義工團啊，去呢條梅西河附近咧執垃圾嘅。咁當然啦，你睇翻佢哋啲照片咧，就真係執到好多好多同塑膠有關嘅垃圾啦。咁但係咧嗱，其實嗱，就算佢哋點樣執咧，你講緊話而家都仲係有咁高嘅污染情況，呢個情況真係值得憂慮。好多自細都喺香港成長、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講，我哋冇乜概念嘅，對於一啲大型嘅工廠啊、一啲重工業啊，其實我哋冇見過究竟呢啲係乜嘢嚟嘅。其實嗱，我哋可以去翻頭先所講嘅，喺近住 Warrington 附近，喺 WA5 呢一個區域入邊啊，有一間化學工廠嘅。咁我哋究竟即係睇下呢一間工廠個規模究竟係點樣啦？嗱，首先見到佢嘅門牌睇到咧，嗱，人同埋動物都唔俾進入嘅喎。有好多時呢啲地方咧就係叫做一大段都係 private road 嘅。咁變咗咧，其實嗱 Google 嗰架攝影車咧，佢亦都入唔到去。咁所以咧就我哋睇唔到一啲嘅 street view 啦，亦都唔知入邊嘅景況係點樣。咁所以咧嗱，我哋用翻 Google Earth 嗰度咧，用一個立體嘅圖形啦，去了解一下呢一間工廠嘅規模啦。咁其實嗱，如果我哋咧 zoom 入去睇下啦，咁其實嗱逐格睇啦，其實佢有一條梅西河咧就隔開呢一個地方嘅。咁咧特別係嗱，似乎呢間化工廠咧就利用梅西河呢一個地理條件咧，就將佢同附近嘅區域咧就隔開嘅。咁另外佢亦都有一啲嘅輸送嘅設施啦，就傳送翻過去另一邊岸嘅。咁咧嗱，你可以見到咧呢一個區域咧都係一啲工業集結嘅區域嘅。附近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工廠啦，一啲嘅其他嘅設施啊。咁再去遠少少咧，其實就喺頭先講緊話有一個新樓盤嘅嘛，咁咧就叫 River's Edge 啦。佢嘅南邊咧，亦都有另一間好大型嘅化學工廠設立嘅喎。咁你亦都可以見到咧，佢零零舍舍咧就將佢嗰個區域咧，就同其他嘅地方咧就隔開嘅，咁變咗好多網上嘅影片啦。嗱，有啲人去探險噶嘛，就去入去睇下啦。嗱，你見到咧，其實佢有好多大型嘅設備啊，佢亦都係有一啲嘅網頁咧去介紹翻佢呢間工廠嘅情況嘅。咁我睇翻佢嘅資料顯示咧，其實佢係由一間 PQ Corporation 咧就營運嘅。佢主要生產咧矽酸鈉啦、矽膠啦呢啲嘅化工產品嘅。其實佢同一啲民居咧都有一啲嘅距離嘅。咁但係即係你覺得遠唔遠咧，就見仁見智啦。咁但係咧就究竟佢會唔會有一啲化學物排放咗出嚟咧？嗱，呢個就要再詳細仔細去了解一下啦。
如果大家選擇喺呢啲嘅區域附近置業嘅話，而你又發現附近真係有一啲嘅河流同埋一啲嘅化學工廠、污水處理廠喺附近嘅話，大家可能都要了解一下，究竟呢一啲嘅設施係咪仍然營運緊呢？佢嘅規模係點樣呢？佢生產嘅性質同埋生產嘅產品係咪一啲化學嘅物品呢？有冇釋出一啲嘅化學嘅氣體啦，或者污染啦？對於河流有冇一啲嘅水污染啦？有冇洪水嘅風險呢？我相信大家如果喺置業之前都要清楚了解、深入調查。到最後呢套影片希望能為你提供有價值嘅參考，幫助你了解潛在嘅環境風險，俾你做出更明智嘅抉擇。希望你喜歡。